内务的性格，欢喜保đảm不平，蛮多人看我不起年纪大，给他们出奇迹，我定见昆山跑一趟，你都快来得及。老三老当一桩，要面子，好身心，特别是冤枉的。那么神秘到昆山嘛，茫茫古鼎城，那用习气也好，一得两面，没期间要凭个张王八年，还去调务到圣旨了。所以莫奈我马上进宫盘团，征得皇帝18里听，王八嘛我死下来的，调到圣旨到昆山。征得代理茫茫那个人刚说得刚，人家么要名或者要利，你说啥呢？啊，举起三个身高，官法上，你如果来不及了，倒是一时一命，富裕流水，不个税，这把年纪呢，那我为我皇帝拼死了，还讲得出个，哎，这为个百姓没得啥为人。那得本双子身体慢慢叫我到旁台用场到不来的，真得他是不同意呀。莫奈我跳起来，与王邦不起起军大的，我愿意去啥地方帮我去，但是理不够。那么一想眼睛不理去呢，慢慢叫固定人面上难为的。实际上有办法的嘛，老先生肯帮忙吗？那皇帝不同意吗？培养我女婿婿吗？还不就？那么你一定要去来去吧，将来固定人面上呢，讲起来为止哪个女婿呢？我们的立派举起三出场呢，让那固定人感激我们的公家们里世世代代为我皇帝要来，还有好处的。那么不理到圣旨蛮简单的，搿道圣旨呢，就林子文他说服谁了？为真凶杀人嘛。与莫王兄、顾王兄便宜人事了，一到王明身体，可好若是读书，那么关照莫奈何上到五包中，刚王弟弟留么私家，那么为主乌禄公么无行头，腿上像应用针，身上像有石头子，而这是到面门眼看不敌胯下，外头一个脾气的。谁知过后再应用不报的，皇帝他甚至把了太太下头不要吹脱，体育衣裳都穿裤子，蛮简单的。一把女儿破风刚到，莫奈屋里亚东生，今朝我地上门这5个初一日，前里行的抓得紧点，定心点，个半夜天要跑交关辰光得了，不能等天亮的。莫奈屋里亚跑。老先生爷爷身上行李才见底，就是盘缠不大。不仅到昆山路有的不打盘缠呀，不高兴。大人子分2句话送，我们轻装力尽。大金子嘛，到个辰光吃子嘛是抬不开，要变辰光。人子嘛要叫人家走，各种辰光在浪费。么饭店里饭上菜简单点，有毛头枪兵枪兵，马马虎虎吃。你吃自由跑，上得会长，上得手长。那么吃吧是，哎呀，我得知昆山之余，回北京门固定人拿盘缠，搿家人家吃过个多块银子拨人家，你多花心思。那么搿家人家里记得个人，上次吃张大饼多1块银子啊，讲了海，忘记得马孙都出卖的，只要差的。事实是，李北京同生。发开2条飞毛腿和到底结棍，路浪上哒，出人关望江南进发。哎呦，蓝天3个钟速度都快的是了，没得办法形容。哎，路浪向个种海人，眼光哈的，看见是，哎呦，一个人哇，等到看见一个人们来远已经追个人。有个不眼睛不大哈，眼光太白的，这看见有影子，哎呀，啥个名呐？还不人觉得，难想啊，垮了不垮。也是英勇举起身，他是为举手2千里的。
白水沟一人风没顺对飞马腿，哈家奴主大大风口冷个速度快得分人的，眼睛一撒后不够，他山呀已经，他山呀已经，可见在。落地上，那哈白，大兵加雨的，牛队打出来，哎，这看见吃龙板子了啦，都出来，里面脑子一笼发开的，板子吃过龙家会一会，等到蓝贝发现再出来嘛，是最如今勾起在。蓝天山接龙母精神发亮喂，哈娘等云个家务，等云家务，啦啦飞过来，前头扎得紧，后头定心在，想到土长官们心里恨得来嘛，牙子挨一挨个眼睛对一对，一个不相信。上飞混能对个大的水沟台里4年才不归，叔叔人家可以提前半年带困噻。哎，越是越想想一看，初三半夜已经带着八路口，这可见个巴郎太太，巴郎太太，哎呀龙家在，八路口，初三的5个初三。到浦口，一把刚好到南京，一到南京10趟昆山，半夜明早的初四，这个半夜里，但是要把子刚了好到南京呢，也不罢岗，夜里不罢岗的，有风浪了恐怕危险。呀个半夜天辰光浪费的，等那个打算啥呢？半夜的罢工罢到南京下雨，那么定心对他不？哎，太对不起，半夜天啊，搿辰光要利用。以刚必须一路过来行罢都不如不离心上的，离开该大后台嘛，隐隐约约，大概要10上10米。光得溜溜，光得溜溜，想啥罢都不如。嘿呀，亚生神行，莫奈不在火龙结棍，用的力了还中气作用，霹雳叫叫声，嘿一声，对，背将啊！搿啥写字啦？这啥不看路？老五打住，啥个代理嘛天热呀，神神风凉。再讲呢，比比门子，弟兄2家头把头，也在线头。阿哥呢困哪了海？兄弟因为热困不着，受了手头浪下吃风的，杀伤队里霹雳尖叫3个，刚才喉咙个响的是，让黑文一把高一口啦，马口鸡蛋口得吃的，后浪下一个人，那压力下没来把头个呢，围队里。压力不罢岗给，不罢岗，不罢么多人之中呼吸管，夜言多佛无言的亮。听见人子们，你都里下舌头呀，那么8个都是靠几国的呀，这个人子的啦，还啥一问？一口风平浪静，咱们不理。扣了人子面上，谁扒一扒吧？阿公困上来，还是开心的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俺开心，吃饱了。那半夜里吃饱了。是天。这个心思不往上往了。那了。出山人家夫妻才够该些句啊。哎，哪里发问呢？那我们是出山夫妻出来的。在屋上做啥啦？你那做困觉呀？屋上做梦。哦，你那做梦？个梦开心得来，还不容易人家做每人事体台人工把天把地送个农忙。我问到杀面孔标注得来，我刚刚叫啥娘子，你要叫官人什么的，王一来，我觉得。做梦呀？哦，你打字真的？我还晓得搞个呀梦呀。爸
都是啥个？还有根本我现在特不起啊，让个蒙地里杀你总不要紧的。哦哟，还在还在起来！做啥让你完了？八头。压力八头啊？哎，压力也八些了。哪了？从来不八。一时从来不八。干嘛还是？我今朝得日人话呀。对啦。我老想有个人家八嘎里说个，这一件一大单对讲不银子。不银子。银子。几点啊？啊？几点不能玩？总归不银子吧？那么那边去屋里玩，一时一码子银子，谁得个黑子，一国的两国的呀，银子的嘞。所以哪个人做生意不会发财的？哪啦？啊呀，伊好生意家里也不对，一开心实在，难得你讲，要可以的，压力小，哎，从来不罢工，来剩5两，5两，阿拉发5两，是的，阿是包一个的5两银子啊，那不你是呀？都是我说不出过，说出来被人家非请我吃耳光的。人家了我浪来了手浪看不着个，耳光看不着个，对大那定心不是？那么试试看啊，说出来有点口耳光。光是讲得了，人家晓得压力不罢工，半夜罢工嘛，说明我离婚双喜是大事体。哎，别看行业去干。那么我来试试啊。哎。喂，压力罢工也5两银子的嘞。看我说讲，我不是那个剩5两5千两出的，我还是1两不给。到手上不到本多看看，哎，你多看住讲，好，真的定5两。哎呦，阿头吧，15两，哎呦，那一单里给。做生意嘛喏，要和我阿哥喏。是，伊然后要3不停接靠一起。对个，5两银子，没开心。哎，我本来虚脱的，否则家里我要开大店了。哪下？那我来得及了，你讲压力上你吃的个，冒风险个，我要5两最低。哈在一个人生病的，出资5两银子，我要5两最低，我说不出过。说看么子呀？不人工业分爱改，笨笨了。为压力向报告，为要5两最低的嘞。王叔有吃不到你光给。公众说了。公众说了。蛮好。哎呀，那10两子还叫5两子还好呀。哥是脑子。意思嘛。哎呀，阿头吧。我不是呀。你也。我做了你呀啊。你一点不肯吃亏的，你也啊。那你的装好，精神啊来。哦哟，10两银子。啊你啊。明早好休息噻。明早休息噻。明早再不休息，咱们不日家噻。是。难得不想想。看本跌多班吧，看本跌多班哈。欢喜我欢喜看。马扎地趴。好的。红烧冰糖水糕呢，可能。羊铺。地趴了红烧饭吃给。八多，汤哈哈，飞滋滋。你那边等我吃脚玻璃个啦。我欢喜吃。红烧什么？我欢喜八多呀。别八多。不要外头买2只。来八多，我红烧好了。哦，有的派对的我说2银子了。搿只茶过来，离开后台大概3场光景水平。莫奈无想不得庙里奔到看看，人来了，2桌一点破，往正手头上向打，搿种叫亲身功夫，亲身是落叶。照规矩的人含蓄下来，搿种小手呀，手头上有分量，手上要敲的呀，搿手上敲不起，并不本事的，往都不往。莫奈无力听，阿你开到中场，阿头浪有啥要么方向是前面的了。一个有条黑影来的人，要洗老少背上们手头条，已经到了。哎呀哈了，阿娘，阿娘来了，来了，哪已经来了？一个一好呀，身上像没人吃，后头300万人的不得。哎呀，那对吧？一不掉，应用，只不掉掉两就不掉，不得。为我好得嘞！正经的，各种应用要敷衍个，来这里敷衍，来跟来敷衍，我跟我要啊！哎呦，说的呀都不怎么。算得讲。哎呦，来应用。要得快一些。阿头吧，要得快一点点。我到昆山去。昆山也不动过。要到带江吗？也得对个，有什么？哎呀，
我呢，我心里想，昆山主叫杨定真，撒娇上为一个毛起虎狼狈为奸啊，一言令之人。新多2个赤佬还等我举起在这样那个身家天地迢迢，北京管昆山么真生活。我不个辰光，我杀过8个辰光，长啥光？他呀一路来，很推，一到昆山没啥客气，我不要亲自动手。这个2家头，我要亲自杀。但是个刚派心里做泥里啊，嘴巴里会得狗个，离动作一道来，想红么眉毛是眼睛的，刀背龙就扎，刀柄扎了，2个王八蛋，开呀拿我逮！哎呀妈呀！那不要再干了，兄弟啊，别慌，别慌。哎呀，狗老爹，狗啊，这那个方向对个米也不能对呢，不得搞个呀，不得搞，别虚呢，我有是俺们心上面要喊出来，那敷衍呢，那敷衍，敷衍了，敷衍呢。哎呦，这个来英勇啊，要得快，哦，也得快，有什么子？越快越好。你在昆山去的，3爷。天不亮的，将近天亮到了，离开为6、7场市民，那么我再敷衍他个7、8句闲话嘛，好办了。前面房子是不是到了吧？哎，是的，就是南京呐。南京，谁是南京？就是金陵了。谁是金陵？不错。好。这个地方大不大的呀？大来也有啊，南京那个分几个，那边几个个了。有个南京是大不得来，那上过去8、3、有米大概。很好。大概为4场光景市民，再要敷衍2句了。我给你5两银子索金。那谁是个穷凶极恶，怕得动干5两银子手地不拉个。阿斗龟在我里面演，我要敷衍过，还是敷衍。是，来英勇，谢谢。再给你5两橘子。谢谢。公众说了。谢谢。给你。谢谢。公众说了。谢谢。给你。谢谢。打理到木桶里，裤子打佛脖紧，跳起来有点，不要跳得该里该高。好，给你1两。谢谢。谢谢。给你了。谢谢。噗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开心的嘞，谢谢。都话也不弄。谢谢。谢谢。像那个死特家，为要这样。那你呢？因为那下我来了。我都贴我来。那么也不多起的。我都起个啥？要等我。啥已经真啥我？这种东西呢，这个真啥？哎呀，谁命还出来？来，10两的拿出来。啥么子叫10两？不是。10两。都啥事个？我1两分多，他们拿不来讲。这为工人1分钟，拿出来呢。分多他们拿不来你。还在不要把啥事情说的。那啦。我们了有少的要你们了中超得里手里上敷衍。对了，我要管要你都听机关。你得里上敷衍哇。你管怎么敷衍？让得来你说到这房子买多干还是南京市干，叫金陵单干，地方都干。你讲不能5两，你讲下调，不能5两最低下调，10两3不能让下调。对啦。是管。怎么拿出来的呀？哎呀，根本利息不了，我们总归是要管，是了，挪分挪上呀，指望下不呀，东地不挪出来的呀。不挪到东地你肯下个？哎呀，捡个敷衍哇！让我身边说。你说。这定金本，我要得纳税吧？纳税。要等个半死半活。那么下死他个。兄弟啊，那我们这听呢，地方决定8多吧。别红什么子？别8多。红什么子？我2家头有天，实在没奈何，还做了我趟班上，还天多发财来。这现在们都考虑做岗的后嘛，身边嘛是人不懂的。你没奈何，打，那么导致南京哟心定，半夜天辰光拉走了。路浪下没奈何要吃嘴个鳗鱼，顿要吃嘴。这趟老嘴也没吃过。这家母女的大兵的这个老手，那么多人来，稍微去灭他一眼，管他的武器，点精神，一路过来，辰光实在太少了。最低分开门呀，小岗廊下面小最低啊，这小伙计到蛮不急了，开门了。望进去看嘛，只有3只台子，一眼眼不小的。
玻璃米特一杯，打进来泡我汤。哎呦，都请来才属于生意。哦，衙门，他要做人些的人没喊你想听。收定，好酒好菜，拿来。好酒好菜，哎呀，衙门不嫌。辰光实在再不够，路子还不能三个了。这样嘛哈，各要吃那点咸菜啦，没清爽香的，平面上两份你看的哈。好吧。熏哈。好。白斩鸡，牛肉，鸡蛋。好。那么2斤黄酒。2斤黄酒。2斤黄酒什么？眼睛上多上来了，听用。好呀，好几日天，老嘴不忙真上午，现在叮叮当当曙光。再添一斤，六门里向还有点速度小菜，一道拿过来，这个大生意，谁收光？多少钱？比那个123。呀，怎么123？1两23。好，给你5两。啊，那么再不呢？都来小张。哦哟，排队带头给，谁讲？我到昆山去。哦，你到昆山去。外州军中还要入工作的。哦，没想请过来。再要来。哦，没想。来的时候再给你5两。啊，欢迎。谢。现在5两。一人5两。回来15两。是个。公中10两。哦。一道数了。7、8十块，怎么7、8十他8块就得挂？糟糕，看了公园那个上一码都一毛，背身上一把单，看上去罗大的强盗身上个大王。你但凡不是想得的之理，那么海底3强的要你房子把你摔光。搿种人啦，只怕公军要武功一当一打来，要弄得里弄不落。好吧，我要走了。啊，别，这个来应用啊。不过那是啦，本来吃一斤倒无所谓的，还是啦，那么我3好几呀，屋里向穷不过啊。也正帮的开火厂，万一70几岁一个老娘了呀！啊是啦，那么你能啊一来心么？这个银子也看在我工地上下，我看不起过。随便你，爸爸妈，你来也有么随便落到地通一通子，啊是啦，随便你啊，爸爸妈。你不是老板？我不是老板呀。好，找你老板来啊！我让你老板水里再逃走啊！哈。那上去给老板水里带去，王师带我不得讲，地干好喽。老板啊，已经7、8人。老板地方上休息，我上次改不乱改啊！听见7、8人嘛，我来不上我不理吃，一看嘛一哈，上一码大一码背心浪向背不得呀，不知罗里山浪向个老大王出来绿个呀，你好得来个，个段子我了，哦呀来呀说，哎呀看得起你小弟开心实在，小句，年纪轻不懂，那。不大同的叫7、8人，干嘛是7、8人了？派对大个朋友出来，才不大同的个。哦，派对大分是7、8人。人家说不要弄起啊，年纪轻不懂啊，个我母亲的啊，不能多心个。那么像那种，也来呀说带我带来人啊，开心实在，看我不得起呀。同地人真不大理个，四海之内家弟兄。我穷不穷？老实讲，你看得起我开心实在，你不要把他心上随便的。今年想让拿得来，今年不想让明年拿得来。实在问我真说出来太太，那要说那看大瓜子3只台子个弟弟，各样小菜不今朝补进的新鲜货没开店，那个的神货不能不清爽的呀，谁吃脱的？全部这样本地么真生活，还是那么那么你嘛看我看那是个譬如说家本我个，还是男女总归哪个种朋友多呀？在为啥地方还是统一统？统一统，没真统一统。我那部谁吃得俺耳功？看你也讲哎，我倒蛮这个蛮漂亮。统一统是便当，别人台里的农地侪是我干，实往实做中。不过我现在老早不推噻，举起山推么是阿两样。那么老大去统一的便当，南京衙门多啊，随便老里说衙门个大人关照等我夫妇饭账，算了，经过么关照一声，举起山吃子么是叫人家服侍人家开心啥的，老实讲，啊。一门么南京超江市中心，市中心嘛，跟我盯着我三子，跟我盯着是我兄弟，搿嘛是小辈，我不是不认得个，搿么我个名字总归晓得。来，小衙门去不下雨，大衙门，超功德。所以跟我超江衙门去喏，老板也吓得来，他饭店他到超江衙门，超江是江苏省大沽浙江生意，不得了啊！
搿么现在辰光同理不说得，搿么现在讲拿板子去吧，拿板子去吧，还是得才讲。哎，我好乖。他们呐，不要的。搿我不够乖。搿么工地上看。搿不来这个。请。意思嘛，搿么来一碗，跟我来啊。到超高衙门，发现到超高衙门有金家先有，特别那办夫妻的人，关照雷霆，好少雷霆。那继续这样过去闯油门啦，上头楼梯坐下来拍戏呀。你背不到来，吃香就难看了。摇了一浪摇过来，小人少雷霆，莫奈我要打上来嘛，油门上下喊。在定，不在定要放箭了！站住！有功大吉，莫奈我是哪么讲的？老于哇啦喊我们举起噻，我们来加饭的呀，加太太的。那么今天的习中西办的办不上，过去要放鸡的，莫奈我出来无上，门廊不好进去，没办法，我皇帝的圣旨没出来。也是那个大甚至到昆山军发难呀，南京发达高个呀，但是你门廊不好进去当门票用的，还拿出来不差来，万岁神之下啊！我的哥，不得了，神之下，钦差来了，哒，报道里向，回大人，习中西，固定那个大傻子，刚正起来辰光再不够了，你靠下地形还分吃了呀？啥个事体啊？正也，回禀大人，钦差大人，圣旨下，心里下鼻涕，但是明在真的年纪了，我甚至有辰光的，战队压力不下来的，战队压力来甚至不是充军就是杀头，地形要分清已经甚至来着，跟错没对关，快去打开油门，是我亲自自知。那么不得了，打开油门把香雾。还有妖精到哪里哇？还有都出来不？莫奈不想，哦哟，习中西还是出来的，也蛮好，碰到圣旨，万岁神之下。一口没，后头人俺们光顾司令一狗子呀，身上像是皮肤，哦哟，看上去有惊事体。顺习中西即将万岁，请钦差大人朗读圣旨。你习中西，是。这个万岁神之下。是。这个关照拿饭地出来，总管不。不晓得那不里想，关照到里边去说。我说的眼睛是鸡巴。是。说到里向，大家翁进来嘛，莫奈不少女孩子碰手顶，给咱家一个。认得我，谁个吃光肉么汉子？不是也清场的，这个怎么还强点？不认得。请问钦差大人真心大名？来无应去不中，蓝去一声风，9000岁木乃乎你不认识吗？牛来举起水，请起水朗读圣旨。圣旨考好的，这道圣旨与你没得关系。当个副大官。那么无上的圣旨讲，此话怎讲？你听了？是。就是固定人的姑爷领之文昆山受了冤枉，所以万岁高提王邦偏亲人人，老先生自告奋勇使王邦千里迢迢赶奔昆山大救人们，哪里地交道德精灵，激扬落落寸步难移，饭店之中包船一灯出了1两耳塞，该他5两银子，一日之间拿不出来，没得办法，一道圣旨问你及5两银子。认得嘞，一道圣旨叫5两银子，这里收得了。是。府外的莫奈那么顾昆山啊，无谓再说。今朝5月初5，昆山林子文帮法上要杀头了。固定人物到浙江去公事分转来，下江心到北京，我想不到今年会得批转来，那得弄得没办法呀。林子文定计杀呀，现在帮人上，法上浪向句号，该在的朝南的昆山只有杨廷珍，关水里向只口袋，小鸡毛军在毛七后。心里想想，穷人非要等我富人端，这样我杀那个头。老实讲，那1到2头，那个女人65针，谁是我不干？心里想，
前个家头曾经派人到小林庄里边去抢，想不到个罗师傅真人中义务呀，这搬到啥地方？非要去管理，今朝的男人杀断了，女人背要来祭福的，逃不脱个。那来到了枪支做起，今朝密密麻麻神情，望着相思一笔勾啊，这一想一对，老百姓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身头济济。有秋秋外头全部是百姓，蛮多。来了，A 做嘞很好，A 好很好，一看上岸官方讲得来，所以是呢，留来呢几句几彩，上庭八字，丞相府里来了。今朝老师傅正来见男人。老夫人觉得十分惭愧啊，对不起男人，不拍胸脯的呀。按丞相府里估计我的有人海底一刀两断，那么真的居然哭得老门了。老的给我盯人分出来，我女流之辈，虽然皇帝叫上我杀么，我不用然，不予实求呀。侬的确要继父应该答应，即在于一面，但是要求。神权相称妇女当白，非要讲让丞相府，非要讲人那个也是固定的，太太的呀！啊，固定人的女婿的，把人家有人海底杀脱，跟他说法呢？有面子，丞相府的择日不离，罗师傅真当然同意。那么关着春梅海棠两个屋头，侪是素食当白。说说小林庄浪向隔壁乡邻小姐妹吧。白小姐发上继父，派人送棺材去。留下来你绑个，绑啥么？绑小姐，不要弄头弄到安排人啊！不要看见我弄枪呢，跟弄枪不是老太师为主来不搞这关。那么关照四个门老人，张忠、魔鬼、罗龙、金宝四个门童，好本事，向我上宫当白。保护千金，安全起，安全走，各位当心，暗中保庇护。再派20-30个家将，侪是上宫当班，等了发上了，帮忙去后抢人。注意，那么春梅海棠父子罗师傅正忙发上来，发上了是嘎做事情了还。哎哟，嘎得嘞，今朝人类的多该，喂，对不住啊，娘娘娘看娘你到里向去。你妈妈叫小林丁，干嘛搞不懂？叫我把人家打通。哎，唔少看头，不是山东人吃不起啊！啥人啊，夜里做破梦的啊！哎呀，来爸爸，你要见你的办法呀！你是来追男人的，啊，呀，你那我荧幕上那个人，那娘加入来的啊！果然刚进去，几句几彩跳进去，春梅海棠府罗守贞金银秋秋，哪里啊？哎，你看，啥人讲林志文冤枉我答复不听？林志文冤枉谁晓得个啊？作孽，不是呀？哪不是？定期讲的哦，足地分钟。你哪晓得讲？是哦，我现在苗头割出来不对了。哦，林志文上工呀，上工啊，小林庄了，哎，穷啥个呀？穷过。各种棺材，一般买得起的。结棍。各种几句几彩的看呢，啊，后台还是红血流的还是后台？后台，哎，这个眼睛啊，口睛上后台哇。炒火鸟一个哎，不错。哎，像我上工那派对家头，像我上工那偷得起大小老母3个。你们反正么还结婚，大小老母么3个了，你哪晓得3个家？你听呀，刚刚个女人老师，你是苦恼，你来追男人的。哎，这个女的倒是这样说的。还是讲你的？你。如果讲一个人，我来追男人么1个，你么就代表3个。你个句话都讲得对的。那么3个才是女人。3才是女人。哎，当初个大老母呢？你哪晓得讲？那上水第2个，我是一个小老母。好一点的。当中个温柔看得出。哎，不比个怀白鸡巴有小老母。哪个苗头割得出个，林志文死脱之后，3个女人做的谁也做过双贼。那么谁提过双？哎，
两套了，分我，我也分头。两同不跟分我一样哇。哎呀，那够爽吧？啊，别够爽。哎，分两个人家分坑过。分坑么只把我落个呀。啊。定下来，资本洗头子嘛，你去帮忙，敲敲隆隆，奔奔隆隆，到底做特别事体。哦，这个。乌龙水里的嘛，等队伍外嘛，你摸出来。哦，马地力气。哎。稍微用特样的。哎，队伍外嘛，中国比西就强的。哎。那么身边那么那么碰碰我们碰碰呢。我们是来人规矩的，那么是我外在同理的。哦。那么到个辰光嘛，一人一个么打嘴去。不对，我三个得了，我这里只有两个了。我蛮好掉的，我们就台北的当中一个。你旁边两个么才不呢？你到门口进来哇，当中一个在这边只我也改，差不多。别问，哎，当中个背牙个，我背牙个。搿么小弟兄到社会为个里面形象模分样样过，当中个娘不呢？啊，搿么没好真定收手。真定收手。哎。不过闲话讲清爽。哪啦？林志文杀敌在外当中个女人死个。你哪晓得呀？我听了隔壁乡邻讲呀，哦，是算命先生说的明阳杀个呀，哎，是李克六个男人。真的？你上去第二个。搿怎么现在？哎呀，别在山上。哎别，我不要。你哪副好个讲？我明阳啊，我不得硬胖啊。哦，有啥你懂啊？张忠啊，保护小姐的，现在没理好了人带你。一听啥么子？我也吃足了豆腐了，人家苦难呀，杀队呀，张忠打过来，朋友。你可没一下呀，上一码都一码，哎，看见不比人，上比人好个位置个手头，哎，嘿嘿，那你们要娶他们回去吗？人人开心啊，人人不想想，哪里来合适呀？年纪轻，丈夫死了总要嫁人的嘛。哎，我来给你做个媒。啊，你做媒人啊？好不好？按真的讲。是的呀。啊。我现在先付你5两银子。啥叫送礼呀？送个礼。我送礼不等到七夕，最辰光送不走啊。让山东人上快的。山东人上去给。先付钱的。啊，先付东的，根本没哈。过来。啊，现在的。哎呦我。那2米2几你光，5两够不够？够再加5两好不好？别去。哎呦，谁是那个出来？哎呦哎，根本那自家不好。哪了？这地把他们收拾的。谁是那个去你家不谁不是？吃到你光下不了，城门海棠胡萝卜真进气，口袋龙冒起呼一口，哈哈，来的，领进来的，哎呦，收拾服装，家你显得楚楚动人啊！这都眼睛了吗？城门海棠忙过去，高雅林子文面上面对你送来份看见些，哎呦，身材是宽我个。说你面孔上恶里恶出，举好了了，在意在用，哎呀可能，你啦看看就蛮难过，小姐是夫妻也得了，一看小姐面色亮呀，睡觉就彬彬有礼，当个招呼，小姐不容的啊。哦，兄，娘娘看见自家三姑人饱喝了的。可心里想的那个来是真是无法形容，真是得个男人做娘却有话不是，归了这个街那里向我不能去看过的，今天看见不到从这度两样子，夫妻呀，夫妻之情啊，心为同呀，这个眼里呀，像落雨一样啊，我嘞。
身。林志芬那哈，眼睛闭拢对神道，我没去后了拉床的，我看那边看，我等死了。我脑子里个疑虑蛮多，想第三年希望高校落实真啊，还为今朝定好，不晓得我啥，不要来定好，来到了没去后看中呢，今朝逃不过你砸碎。那么如果来到我心里家里难过，我们作为一千日为日，现在辰光我几十天故事吃下来，屋里向米也不啥不有，高校大概糟蹋得来像高花布子讲一个，再说男人吃冤枉故事，心里难过了，肯定狼狈不堪，看了那也难过心痛的，还有啥希望非要来吧？嘿，来的扑上来。那么张开眼睛，得是500个的勇气。想想，我林志文就是常志文，常遇陈将军的余代，高校教给我们的辰光呢，做新娘娘，还是逢姑丫头，下头照样接待成群侍奉。现在跟我们男人到呢，到困在样样在做，我们种地，你落里养不走，再难苦了，夫妻蹲在一道。那现在男人啥地来？那异乡看哪般？看见高校现在小财放用，我心里想教你难受。所以500个的勇气，眼睛张开了，是闭拢眼睛嘛，眼泪多哦，就一言不发。哎，那些姑娘眼睛也是张开来的。娘娘一想对，男人啊，等我儿子我为了嘿，为了给那里向去过日家。分去看过，心里想来刮风东气，因为我高兴也不良心，不晓得我是50岁呀，我要来看呢，那么娘的我说，也去在公交水也出来的，3月底水也出来噻，水海夫妻旁头噻，还个3月10啊3月，对姑姑在以来的，分到给那里去，娘也话不出，大大相夫妻间。他对楼里的给那里下去嘛，神无欺负。那么我现在楼里是这样子，楼里写的那今朝是个有神黑地了，把父亲上一个两头，你女人带我一起，那么我高情商不来的呀。临时最辰光娘跟我说，是男人先讲，我随时一张子记住来。你看见子宫压了，千万别说，一想了拉相夫里想。去掉么固定人，别讲固定人3个字底下别提，太对个。你想呀，固定人啊，固定人个女婿却有话故事，为得杀头嘛，帮忙，我答应的呀。不能是那老相夫里想，那么这还是句话在，娘娘来时的不为得说句话。也不是。家
时候不想来啊，已经来嘛，总要见面。个闭着眼睛算啥人？看吧，那么眼睛当张开，同自家个商量两回事体。发错呀，搞小了小林庄，我不让中山我上去买苦，那现在翻了我落来，身上像新衣裳，还有头光面黄，不必为那个小姐妹，那帮一样小菜草地上拿出来。小菜热荤，订好一块大锅来上我锅房，那没法懂。那男人吃子故事嘛，搞笑翻了活路人啊！不过我们西亚要旁地呢嘛，还要求求呢，卡的异乡，经于生活呢还应该搞一个反水沟上，已经搞了，不可能。要么南方又搞好了，于是呢，单方面帮你个忙，等我安排，那么留下来种搞不个人，要么这个，搿种几想你啥？啊，人啊要死的为吃死人错了，都林志文是要我为，搿种都要经验去。阿么一趟在抓紧时间，问我阿有闲话，问我应该叮嘱两声。娘子，哎呦，总是开开的，为丈夫，谁闯大事，拜托妻儿吧。夫人有事情自不吩咐。配绿里，
人不思伤情，遗恨深。闯到个老门到乡上了，有两个听课等我说，林志文帮了老，那张嘴里边动发。哎，那么当个招呼，那个来说书了，比唱戏两样，唱戏嘛只好帮了老唱。那我说书是过，不好在俺们我台椅子上人等我台，那么我还有一个习惯，我张嘴里不动得是唱不出个，所以当个招呼让我稍微动动。报税带不到，女流之辈。那么我拿我的四个全是毛铁虎要苦中来，那张开去，第二来报税，来觉得非要跟毛铁虎，哎，那谁说带得起个女人的？毛铁虎，女夫，他我他因女生我要去。小姐做事的妇人非这个可是的归文叫的非要搞不掉明白吗？两边不因为是个路大的情你是一只水门我的那些大事的，还是为去搞不了三件毛铁虎的，夫人爱情放心。当四个朋友总归是我个朋友拿生活来，你是可的一下，难都上。比宝林对阵你的凄凉，岁月空灵林佩儿。哎呦呀，夫人，我是宁死不嫁的。说如你不嫁而夫，你对不起非人的。这我不对着我去刚多人嘛，说起来对不起你，哪不干不到对你不起？此话来晓得个，我上家这样遇来，到我们一代死脱了，上家做仔细生。你搞一个，对你也有好处，对我也有好处。那么呢，今有生活嘛，还活下去。那么呢，搞子人恩恩爱爱嘛，养几个小奴嘛，送一个不嘛，哎，对我也有好处。不孝于谁，同于大。我是会对忠心，膝下问。你生下了谁来临死？一直送来有三家的根人，我不忘娘子说
儿装。哎呀，搿啥子鸡蛋饭答应？都答应了，三宝自家三个人，四爷也是的，再去杀你个丁，答应吧，我真没主意呀，搿哪答应得了？所以娘娘对手当不拉苦，我还命苦。总是答应的，我的本答应不告没用的，是答应的。搿你人总归难为的。哎，啥咪咪干了？有人觉得干，你根本我决定干的大家在位啊，这比13点人，可没中国就是同意的喽。好，第3章，第3章，我是美国神那里，你起做主，不来去。就相见，我是中央人，不足以相问，不枉娘子与非中梦。搿丈夫记得哈，他应该齐家与同里，与为乡，搿么每个大自家乡嘛，我是长了那些姑娘把比，孤身自负放心。林子文托3章，某些个看见罗生真可怜难过杀人呀！好少关照地里人光杀，那么要再林子文一定再告。这屋里边一时马是银子，谁得个黑子，一国的2国的呀，银子的嘞。所以哪个人做生意不会发财的？那啦？啊呀，伊好生意家里也不对，一开心实在，难得你讲。要可以的，压力响，压力，哎，从来不罢工，来剩5两，5两，阿拉发5两，是的，阿是把一个的5两银子啊，那不你想都是我说不出关，说出来被人家非请我吃耳光的，人家了我浪来了手浪扣不着个，耳光扣不上个，对啊，的，那定心不是，那么试试看啊，说出来一点口耳光，刚是讲得了，人家晓得压力不罢工，半夜罢工嘛，说明我离婚双喜是大事体，哎，别看行业去哎，那么我来试试啊，哎，喂，压力罢工也5两银子的嘞，看我说讲。我是那个剩5两5000两出的，我还是1两不给。到树上不到本多看看，哎，你多看出讲，好，真的定5两。哎呦，阿头啊，15两，哎呦，你一袋里给。做生意嘛喏，要和我阿哥喏。是，伊拉和呀谁么听见可以？对个，5两银子还没开心，没开心。哎，我本来虚脱的，否则家里我要开大店了。哪下？那我来得及了，我你讲，夜里向你出来个，冒风险个，我要5两最低。哈在一个人生病的，出资5两银子，我要5两最低，我说不出过。试试看么子呀？不人工一分也该，笨得了。啊，为夜里向罢工，为要5两最低的嘞，王叔有吃不到耳光给。公众说了。哎，公众说了。蛮好。哎呀，那10两子还叫5两子还好啊，哥是脑子。意思嘛。哎呀，阿头啊。啊，我不是呀。哎，你也。我做了你呀啊。你这点不肯吃亏的，你也啊。6年里装好，精神啊来。哦哟，10两银子。啊你呀。哎。明早好休息了。啊，明早休息再。明早再不休息，让我们帮你家人。哎，是。难得不相信。哎。看本跌多班吧，啊哈。啊，看本跌多班好休息我欢喜看。啊。马扎地泡。哎，好个。红烧冰糖水糕呢，看呐。羊铺。啊。地泡了红烧饭吃个。八多。汤哈哈。非支持，你那边等我吃脚玻璃个啦。跟我欢喜吃。红烧什米？我欢喜八多呀。别八多。要别的买2只。你八多我红烧好的。我有的派对的个10两银子了。搿只茶过来，离开后台大概3场光景水平。莫奈无想不得庙里奔到看看，人来了，2桌一点破，王正手里浪向打，搿种叫亲身功夫。亲身是落叶，照规矩的人含蓄下来，搿种小手呀，手里上有分量，手上要巧的呀。
个宿舍瞧不起并不本事的，往都不往，我乃不力听。阿你抬到中场，阿都让雨色摇嘛，方向是随便的了。一个舞，有条黑人来个人，要是一个老少背上么，手提条，真到了，哎呀，哈个，阿娘，哎，阿娘来了，啊，来了，哪一起来的？哎，一个一好呀，身上像没人车，后头沙巴冷凉的不得，哎呀，不对吧？哎，一不对，应用，只不别掉呢，就不掉，不得。不得，为我好得嘞。真正的，各种应用要敷衍，跟那这里敷衍，那跟那敷衍，我跟我要啊，哎呦，说的呀都不怎么。算得讲，嘿嘿，哎呦来应用，要得快一些，阿多吧，也得快也得对。我到昆山去，啊，不是也不懂管。要到带江吗？也得对个，意思嘛。哎呀。哎！我呢，我心里想，昆山主叫杨定真，撒娇稍微一个毛起虎狼狈为己啊，一言领之人。虽然多两个吃了，还等我举起在这样的个身家，天地迢迢，北京过昆山么真生活。我不个辰光，我啥光八个辰光长啥光，他呀一路来，很推，一到昆山没啥客气，我不要亲自动手。这个两家的我不要亲自上。但是个港派心里做女的啊，嘴巴里会得狗个，连动作一道来，想红么眉毛是眼睛的，都被龙这扎，都并扎了，两个王八蛋，开眼拿我呆！哎呀妈！那不要再干了，兄弟啊，别慌！哎呀，够老的呀，够要去。那个方向对个米也不让对呢。不得搞个呀！不得搞！别虚呢！哦哟，是俺们心上面要喊出来。你敷衍呢？啊，不也敷衍了？敷衍呢？哦哟，这个来应用啊！要得快！哦，也得快，有什么子？越快越好。啊，你在昆山去的十爷。天不亮的，将近天亮到了，离开为6、7场市民，那么我再敷衍他个7、8句闲话嘛，好办了。前面房子是不是到了吧？哎，谁的？哎，就是南京呐。南京，哎，谁是南京？就是金陵了。哎，谁是金陵？不错。好。这个地方大不大的呀？大来应用啊，南京那个分几个，那边几个问了。所有个南京是到不得来，你上过去不想有你的个。哦，很好。啊！大概为市场光景市民，再要敷衍2句了。我给你5两银子索金。那谁是个穷凶极恶，怕对都给5两银子手底发哪个？哎，阿都贵在我里面演，我要敷衍过，还是敷衍？是，来应用，谢谢。再给你5两橘子。哎，谢谢。公众说了。哎，谢谢。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公众说了。哎，谢谢。给你。啊，谢谢。打理了木桶里，裤子打佛宝紧，跳起来有点，不要跳得该里该个。好，给你1两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给你了。啊，谢谢。嚯！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开心的嘞，谢谢。阿都话也不弄。谢谢。谢谢。像那个死特家，为要这样。啊，你呢？因为那下我来了。我都贴下来。那么也不多期待。啊，不到7个噻。哎。要等我。已经真上我。这种农地难这个真上。哎呀，生命还出来。来，10两币拿出来。啥么子叫10两？不是。10两。啊。都啥说的？我1、2分多，他们哪不能讲？这美工人1分钟拿出来呢。分多他们哪不能你？还在不要把啥事情学的。那啦。我们了有啥的要你们了中超得里手里上敷衍。对了，我要管要你都听机关。你都让敷衍哇。你不怎么敷衍？让得来你说到来房子买多干还是南京市干，叫金陵带干地方都干。你讲不能5两，你讲下调，不能5两最低下调，10两3不能让下调。对啦。是管。咁拿出来的呀。哎呀，根本利息不了，我们总归是要管，阿是来农分多少呀，吃哪些不呀，东地分多出来的呀。分多大东地你还肯下个？哎呀，捡个敷衍哇。让我身边说。你说。
得定金本，我有得拉水吧？拉水。要等个半死半。那么去洗头了。兄弟啊，那我们这听呢，地方决定8多吧。别红山么子。别8多8多。红山么子。我2高头有天，实在没奈何，还做了我趟班上，还天天都发财嘞。哎，这现在们都考虑做岗的后嘛，身边嘛是人不同的。你没奈何打，那么导致南京河哟心定，半夜天辰光拉走了。路浪向没奈何要吃醉个鳗鱼，顿要吃醉。搿趟老酒也没吃过。一家无头的大兵的这个老手，那么多人来，稍微去眯脱一眼，管脱点和气，点精神，一路过来，辰光实在太少了。最低啊，分开门呀，哎，小高廊下面小酒店啊，这小伙计到门把接了开门了，望进去看嘛，只有3只台子，一眼眼的小店。玻璃眯脱一半，打进来泡个汤。哎呦，都请来这属于生意哦，衙门，他要做人些的人没喊你想听。收定，好酒好菜，拿来。好酒。哎呀，衙门不嫌，辰光实在再不够，路子还不能3个了。这样嘛哈，各样吃上点小菜啦，蛮清爽香的。品两张蓝本你看的哈。好吧。熏哈。好。白斩鸡。鱼肉。鸡蛋。好。那么2斤黄酒。2斤黄酒。2斤黄酒有什么？2斤上多上来了，听用。好呀，好几日天，老酒不买个真少，现在叮叮当当曙光。再添一斤，6门里向还有点速度小菜，一道拿过来，这个大生意，谁收光？多少钱？比那个123。怎么123？一两23。好，给你5两。啊，那么再不呢？都来小张。哦哟，排队带头给，先生。我到昆山去。哦，你到昆山去。外州军中还要我工作的。哦，没还请过来。再要来。哦，没还。来的时候再给你5两。啊，欢迎。谢谢。现在5两。一人5两。回来25两。是个。公中10两。哦。一道数了。7、8十回，怎么7、8十他把车就得挂。我那个性格，欢喜把当不平，蛮多人看我不起年纪大，搿趟么出奇迹，我定见昆山跑一趟，你都快来得及。老三老当一桩，要面子，好身手，特别是冤枉的。那么顺便到昆山嘛，忙忙固定神，用习气也好，一得2面，蛮起劲，要凭搿张王八呢，还去调回到圣旨了。所以莫奈我马上进宫盘团，征得皇帝18里听，王八嘛我撕下来的，调到圣旨到昆山，征得代理忙那个人刚说得讲，人家么要名或者要利，你说啥？啊，97岁的身高，官法上，你如果来不及了，倒是一时一命，富裕流水，不个税，搿把年纪呢？乃我为我皇帝拼死了，还讲得出个，搿为个百姓没得啥饭上，乃得本双子身体慢慢叫我到旁台用场到不来的，真得他十分同意呀。莫奈我跳起来，与王邦不去起军大的，我愿意去啥地方帮我去，但实力不够。那么一想眼睛不离去呢，慢慢叫固定人面上难为的。实际上有办法的嘛，老先生肯帮忙吗？你皇帝不同意吗？培养我女婿婿吗？还不就？那么你一定要去来去吧。将来固定人面上呢，讲起来为止哪个女婿呢？我们这里派97出场呢，让那固定人感激我们的国家们里世世代代为我皇帝效力，还有好处的。那么不理到圣旨蛮简单的。搿道圣旨呢，就林子文特所负责了，为真凶杀人嘛，与莫王兄、顾王兄便宜人事了。
一到王明身边，考好若是读书，那么关照莫奈何上到无包容。刚往弟弟里面施教，那么为主侮辱公务行头。腿上像应用针，身上像有石头子，而日是到面门眼看不敌胯下，外头一个脾气人，谁知过后再应用不报的，皇帝他甚至把了袋袋下头要拆脱，体后衣裳都穿裤子。蛮简单的，一把女儿破风刚刀，莫奈何里亚东生，今朝个地上门这5个初一的，前里寻日抓得紧点，定心点，个半夜天也跑交关辰光得了，不能等天亮的。莫奈何里亚跑，老先生爷爷身上行里才几点，就是盘缠不打。不仅得昆山路远的不打盘缠呀，不高兴。大人子分2句话送，我轻装力尽。大金子嘛，到个辰光吃子嘛是抬不开，也变辰光。人子嘛也叫人家走，各种辰光在浪费。么饭店里饭上菜，简单点，鱼毛头毛头，枪兵的枪兵，马马虎虎去吃。你吃子就饱，上得会长，上得算长。那么吃吧是，哎呀，我得知昆山之于回北京门固定的拿盘肉。搿家人家吃过个多块银子拨人家，你多花心思。那么搿家人家里记得个人，上次吃张大饼多1块银子啊，讲了海，忘记得马孙都出卖的，只要叉叉的。事实上，李北京同生，发开2条飞毛腿和到底结棍，路浪向哒，出人关望，江南进发。哦哟！蓝天山个种速度都快的是啦，没得办法形容。哎，路浪向个种海人，眼光哈的，看见是，哎呦，一个人哇，等到看见一个人们来远啊，已经追个在。有个不眼睛不大哈，眼光太白的是，这看见一个影子，哎呀，啥个名呐？还不人觉得，男生啊快了不快？眼睛一撒后不够，他山呀已经，他山呀已经，可见在，但是不是分大那最关心，他是机上落机上，那哈白。牛头打出来，哎，这看见吃龙板子了啦，多出来，立马脑子一龙发开的，板子吃过龙家会一会，等到老板发现再出来嘛，是最已经勾起在，蓝天山接龙精神发亮威，哈娘等云个家务，等云家务。前头扎得紧，后头定心在，想到土长官们心里恨得来嘛，牙子挨一挨个眼睛抬一抬，一个不相信。上非不能对个大的水果摊里4年才不管，说人家可以提前半年带困噻。哎，越是越想想一看，初三半夜已经带着大头看，这看见一个巴郎太太，巴郎太太，哎呀龙家在。大头看，初三的5个初三到浦口，一把刚好到南京，一到南京10趟昆山，
不要。明朝的初四，这个不要里，但是要把子讲了哈到南京呢，也不罢讲，你不罢讲的，有风浪了恐怕危险。压个不要的辰光浪费的，等那个打算啥呢？不要的罢工罢到南京么下呢？那么定心对他，哎，太对不起，不要提啊！搿辰光要利用，以港必须一路过来行罢都不如不离现在的，离开该打南台嘛，隐隐约约，大概要10让10米，光得溜溜，想啥罢都不如。海呀，压身神行，莫奈不在活龙结棍，用的力道还中气作用，霹雳叫噻。黑一声，对，背将啊！搿啥写字啦？叫啥不开路？老五打住，啥个代理嘛天热呀，顺顺风凉。再讲呢，比比门子，弟兄两家的把头，也在写字。阿哥呢困到了海，兄弟因为热困不着，受了手头浪向吃风的，杀伤队里霹雳尖叫三个，刚才喉咙个响的是，让黑文一把高一口啦，马口鸡蛋口得吃的，我浪下一个人，那压力下没来把头个呢，为对的。压力不把讲给，不把干，不把么多人之中呼吸管，夜言多佛无言的亮。听见人子们，你都里向说走呀，那么8个都是讲几国的呀，这个人子的啦，还啥一关？一口风平浪静，咱们不理。扣了人子面上，谁扒一扒？阿哥困上来，还是开心的。阿哥，俺还开心。吃饱了？那不要你吃饱了？是的。这个闲事不往上。那了。出三人家夫妻才够该些句啊！哎，哪里发我呢？那我是出三夫妻出来的。在屋浪做啥啦？你那做困觉呀？屋浪做梦。你那做梦？个梦开心得来，好不容易人家做媒人事体台人工把你送个农房，我问到杀面孔标注得来，我刚刚叫啥娘子，你要叫官人什么的王一来，我觉得。做梦呀！你打字真的？我还晓得搞个呀梦呀。都是啥个？还有个么？我现在特不起呀，让个梦里里杀你总不要紧的。哦哟，还在别别还在起来！做啥了？你完了。把头。压力把头啊？哎。压力也罢些了。那了。从来不罢。一时从来不罢。干嘛还是？我今朝的日人话呀。对啦。我浪向有个人家把讲你说个，这样一大单对讲不人子。不人子。人子。几点啊？啊？几点分门哇？总归不人子哇？那么你别想。大哥，看了朋友那个3个码都一毛，背身上一把单，看上去罗大的墙头身上个大娃，你到反复说想得的之里，那么海底3天的要你房子把你烧光。搿种人啦，只怕公军要武功一当一打来，要弄得里弄不落。好吧，我要走了。对不起，这个来应用啊。我那是啦，本来前一件倒无所谓的，还是啦，那么我3后期呀，屋里向穷不过啊，一早帮地开火厂，万一70几岁一个老娘了呀，还是啦，那么你那样一来信，么这个人子也看了我工地浪下，我看不起过。随便你，爸爸妈，你来应用么随便落到地通一通子，还是啦，这个呢，爸爸妈。你不是老板？我不是老板呀。好。叫你老板来，我让你老板水里再逃走啊哈！那上去给老板水里带去，王师带我不得讲，地干好了，老板呀，有人吃饱了。老板地方上休息，我上次给不溜干啊！听见吃饱什么我来不上我不理吃，一看嘛一哈，上一码大一码背心浪向背不得呀，不知罗里山浪向个老大王出来旅游个呀，你好得来个，个头子我了。哦，一来要说，哎呀，看得起你小弟开心实在，
小句，哎，年纪轻不懂，那不打洞的叫七八十啊。干嘛是七八十了？跑的同个朋友出来，才不打洞的个。哦，跑的豆腐是七八十。哎，人家说不要弄起啊，年纪轻不懂啊，个我母亲的啊，哦，不能多心个。那么像那种。也来呀！说等我们来人，我开心实在，看我们得起呀！同地人真不大理个四海之内家弟兄，哎，我们穷不穷？老实讲，你看得起我们开心实在，你不要把他心上随便的。今年想让拿得来，今年不想让明年拿得来。实在问我真说出来太太，来呀说你看他瓜子三只台子个弟弟，家要小才不今朝布金的新鲜货没开店。那个的生活不能不清爽的呀，谁吃脱的？全部这样本地么真生活，还是那么？哎，根本你嘛看我看那是个，譬如说家本我不还是男女总归哪个种朋友多呀？在为啥地方还是统一统？统一统，没真统一统。我那部谁吃得俺耳公？看你也讲哎，我倒蛮这个蛮漂亮，统一统是必到，不人代理的农地侪是我干，实往实做中。不过我现在老这不推噻，举起山推么是阿两样。根本老大去统一统的必到，南京衙门多啊，随便罗里说衙门个大人关照等我夫妇饭账，算了，经过么关照一声，举起山吃子么是叫人家夫人人家开心啥的，老实讲啊，一门么南京超高市中心，市中心么固定是学生子。搿部电视是我兄弟，搿嘛是小辈，我不是不认得个，搿么我个名字总归晓得。来，小衙门去不下雨，大衙门，抽功德。所以跟我超高衙门去喏，老板要吓得来，他饭店他到超高衙门，超高是江苏省大锅浙江生意，不得了啊！搿么现在辰光同地不说得，搿么现在讲拿板子去吧，啊，拿板子去吧，啊。还是在超高。哎。我好过。他们呐，不要的。跟我不够过。那么工地那去。我可不来这个。请。啊，意思嘛，跟嘛来一碗，跟我来啊。到超高衙门，发现到超高衙门有金家戏，特别呢办夫妻的人，关照雷霆，好少雷霆。那继续这样过去闯油门啦，上头楼梯坐下来拍戏呀。你背不到来，吃香就难看了。有了有了有过来，小你少雷霆，我呢我要打上来嘛，油门上下害。在定，不在定要放箭了！站住！有功大吉，我那不是那么讲的，老于哇啦喊我们举起噻，我们来家饭店呀，干太太的。那么今天的市中心办的办不上，搿么去要放几人？我那不出来不着，门廊不好进去，没办法，我皇帝的圣旨没出来。也是那个大甚至到昆山军发难呀，南京发达高个呀，但是你门廊不好进去当门票用的，还拿出来不差来，万岁神之下啊！我的哥，不得了，神之下，钦差来了，哒，报道里向，回大人，习中心，固定那个大傻子，刚进起来辰光再不够了，你靠下地形还分吃了呀，啥个事体啊？正也，回禀大人，钦差大人，圣旨下，心里下鼻涕。但是明在真的年纪了，我甚至有辰光的，战队压力不下来个，战队压力来甚至不是充军就是杀头，地形要分清已经升职来着，跟错没对过。快去打开油门，是我亲自做危险。呀个半夜天辰光浪费的，等那个大学啥呢？半夜的罢工罢到南京下雨，那么定心得一塌糊涂，哎，太回不去。半夜天啊，搿辰光要利用，以钢必须一路过来行罢都不如不离心上的，离开该打后台嘛，隐隐约约，大概要10上10米，光得溜溜，想啥罢都不如。嘿呀，压身神行。我那不在火龙结棍，用的力道还中气作用，霹雳叫，嘿一声，对，背将啊！搿啥写字啦？叫啥不开路？老虎当中，啥个代理满天热呀？神风凉，
再讲呢，比比门子，弟兄两家头把头，沿着山路，阿哥呢困哪了海，兄弟因为热困不着，坐了树头浪向吹风的，杀伤队的霹雳尖叫三个，刚才好弄个响的是，那海湾一把高一口啦，马口鸡蛋口得吃的，河浪下一个人，那压力下面来把头个呢，回来里。压力不把杠杆，不把杆，不把我们的人之中呼吸管，夜言多佛无言的亮。听见人子们，你都里向说走的呀，那么八个都是讲几国的的呀，这个人子的啦，还啥一关？一口风平浪静，干么过里？扣了人子米了，谁扒一扒？阿哥困上来，还是开心的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俺开心，吃饱了。那半夜里吃饱了。是天。这个人死不往上往了。那了。出山人家夫妻才够该三句啊。哎，哪里发问呢？那侬是出山夫妻出来的？在路上做啥啦？你那做困觉呀？路上做梦。哦，你那做梦？个梦开心得来，好不容易人家做美人事体，来人工把天把地送个农忙。我问到色色面孔标注得来，我刚刚叫上娘子，你要叫官人什么的，王一来，我晓得。做梦呀？哦，你打子真的？我还晓得搞个呀梦呀。啊，都是啥个？还有个么？我现在透不起呀，让个梦里杀你总不要紧的。哦哟，还在翻白子，还在起来。做啥了？你完了。把头。压力把头啊？哎。压力让拔血了。哪了？从来不拔。一时从来不拔。干嘛还是？我今朝的日情况呀。是啦。我拉下有个人家把岗，你说个，这样一大单对抗不人子。不人子。人子。几点啊？啊？几点不能玩？总归不人子吧？那么那边去过里玩，一时一马是人子，谁那个黑子，一国的两国的呀，人子的嘞。所以那个人做生意不会发财的。哪了？啊呀，伊好生意家里也不对。一时开心实在，难得你讲。要可以的。啊。压力小。压力。哎，从来不罢工，来剩5两。 5两。阿拉发问你。是的。阿是把一个的5两银子啊，那不你是呀？都是我说不出关，说出来被人家非请我吃耳光人家了我浪来了手浪看不着个。耳光看不上个，对大对。那定心不是。那么试试看啊。说出来一点口耳光。好是讲得了，人家晓得呀，你不罢工，半夜罢工嘛，说明我离婚双喜是大事体。哎。别看行业去干。那么我来试试啊。哎。喂，压力把岗也5两银子的嘞。看我说讲，我不是那个剩5两，5000两出的，我还是1两不给。到树上不多奔多看看，哎，你多看出讲，好，真的定5两。哎呦，阿头吧，是5两，哎呦，你一点理解。做生意嘛喏，要和我阿哥喏。是，伊拉和呀，谁不听见可以？对个，5两银子还没开心，没开心。哎，我本来虚脱的，否则家里还开大店了。哪家？那还来得及了哇？你讲，家里向你吃的个，冒风险个，还要5两最低。哈在一个人生病的，出资5两银子，还要5两最低，我说不出过。说看么子呀？说人工业分眼干，笨得了。啊，为要里向报告，为要5两最低的嘞，王叔又吃不到耳光给。公众说了。公众说了。蛮好。哎呀，那10两子还叫5两子还好。啊，告诉我，他意思嘛。哎呀，阿头吧。啊，我不是要。你也。我出来你要啊。你这点不肯吃亏的，你也啊。那我你的装好，精神啊来。哦哟，10两银子。啊你啊。哎。明早好休息噻。明早休息噻。明早再不休息，咱们不日家子。是。难得不相信。哎。看本跌倒班吧，啊哈。看本跌倒班。休息我欢喜看。啊。马扎地趴。哎，好个。红烧冰糖水糕你看哈。羊肚。啊。地趴啦，红烧饭吃个。嗯。八肚，汤哈哈，
非知之，你那边等我吃脚玻璃个啦。跟我欢喜去。红烧什米？我欢喜八多呀。800多。800多。要外头买2只。你8多，我红烧好了。我有的 party 的就是2人子了。搿只茶过来，离开后台大概3场光景水平。莫内务想不得庙里奔到看看，人来了，2足一点破，往正手头上向打，搿种叫亲身功夫，亲身是落叶。照规矩个人喊许下来，搿种小手呀，手头上有分量，手上要敲个呀，搿手上敲不起，并不本事的，往东不往。莫内务立定，阿你开到中场，阿头让有时要么方向是前边个了，一个步一条黑影来个人，要死老少背上手头条，已经到了，哎呀吓的，阿娘，哎，阿娘来了，啊，来了，哪已经来了？哎，一个么一好呀，身浪向没人撑，后头3把人领的不得，哎呀，不对了。哎。一步跌，应用，只不别掉呢，就不掉，不得。不得，哎呦，好得嘞！镇定的，各种应用要敷衍个，你这里敷衍，你跟你敷衍，我跟我要啊。哎呦，说的呀都不这么。算得讲。哎呦，来应用。要得快一些些。阿多吧，要得快一点点。我到昆山去。昆山也不动过。要到带江吗？要得地高，意思嘛。哎呀，我呢，我心里想，昆山也看嘛也好，想一嘛，东一嘛，北新浪向北不得呀，不是罗里山浪向个老大王出来旅个呀，你好得来个，哎，个段子我了，哦，一来要说，哎呀，看得起你小弟开心实在，小句，年纪轻不懂，那。不大同的叫7、8日，干嘛是7、8日了？派对大个朋友出来才不大同的个。哦，派对大不是7、8日。哎，那要说不要弄起啊，年纪轻不懂啊，个我唔清的啊，哦，不能多心个。那么像那种，也来要说等我们来人啊，开心实在，看我们得起啊，同地人真不大理个，四海之内家弟兄，哎，我们穷不穷？老实讲，你看得起我开心实在，你不要把了心了，随便来，今年想让拿得来，今年不想让明年拿得来。实在嘛，我真说出来太太，那要说那看他个子3只台子个弟弟，各样小菜嘛，今朝布金的新鲜货嘛开店，那个的生活不能薄清爽的呀，侪吃脱的，全部这样本地嘛真生活，还是那么，哎，那么你嘛看我看那这个平时家本我个，还是男女总归哪个种朋友多呀，随便啥地方还是通一通，通一通，没真通一通。我那部谁吃得俺耳公，看你也讲闲话，但蛮这个蛮漂亮。通一通是便当，别人台里的农地侪是我干，实往实做中。不过我现在老早不推噻，举起山推么是阿样样。那么老大去通一通的便当，南京衙门多啊，随便罗里说衙门个大人关照等我夫妇饭账，算了，经过么关照一声，举起山吃子么是叫人家富人家开心啥的，老实讲，啊。一门么南京超港市中心，市中心嘛，跟我盯着我啥子？跟我盯着是我兄弟，嘛是小辈，我不是不认得个，那么我个名字总归晓得。来，小衙门去不下雨，东衙门，超公的，所以跟我超港衙门去喏，老板要吓得来，他饭店他到超港衙门，超港是江苏省大沽浙江生意，不得了啊！那么现在辰光同地不说得。搿么现在讲拿板子去吧，拿板子去吧，是在菜馆。哎，我好乖。他们呐，不要的。跟我不够乖。搿么工地那去。我可不来这个。吃。意思嘛，跟妈还来一碗，跟我来啊。到超港衙门，发现到超港衙门有金家先，特别那办夫妻的人，关照来临，好少来临。那继续这样过去闯油门啦，上头楼梯坐下来拍戏的，你背不到来，吃香就难看了。有了一浪摇过来，小人少来临，我呢我要打上来嘛，油门上下海，在定不在定要放箭啦！站住！有功大吉，我呢不是那么讲的，老雨哇啦喊我们举起噻，我们来加饭的呀，加太太的，那么今天的市中心旁头办不着，搿么去放鸡的，
莫奈何出来无啊，门廊不好进去，没办法，我皇帝的圣旨没出来。也是那个那圣旨的昆山军发难呀，南京发达高的呀，但是你门廊不好进去，当门票用的，还拿出来不出来无？万岁圣旨下！我的哥，不得了，圣旨下！钦差来了，哒，报道里向，回大人。习总席，固定人个大啥子，刚正起来辰光再不够了，你靠下点心啊分吃了呀，啥个事体啊？朕也。回禀大人，钦差大人，圣旨下。心里想别提，但是明在真的年纪了，我甚至于辰光的，战队压力不下来个，战队压力来，甚至不是充军，谁是杀头？点心啊分吃已经升职来着，跟错没对过。快去打开玉门，是我亲自祭旨。那么不得了，打开玉门把香雾，还有妖精到哪里哇，一头出来不？莫奈何想，哦哟，习总席还是出来的，啊也蛮好，碰到圣旨，万岁圣旨下。也可没，后头人俺们光顾司令一个子呀，身上像是皮肤，哦哟，看上去也真是体。顺习总席即驾万岁，请钦差大人朗读圣旨。耶，习总席。是。这个万岁圣旨下。是。这个关照拿饭店出来总关不过，不晓得那不里想关照到里边去说。我说的眼睛是几万。是。说到里向，大家翁进来嘛，莫奈何少女孩子胖手顶么个再加一个。啊，认得我啊！谁个吃光肉么子？不是也清唱的，这个怎么还强的？不认得。请问钦差大人真心大你？来无应去不中，蓝去一声风，9000岁莫奈何你不认识吧？哦，原来举起岁，请7岁朗读圣旨。圣旨考好的，这道圣旨与你没得关系。啊，当个副大官。根本无啥个圣旨讲，此话怎讲？你听了？是。就是固定人的姑爷林志文昆山受了冤枉，所以万岁高铁王帮偏亲人人，老先生自告奋勇使王帮千里迢迢赶奔昆山大救人们，哪里抵消道德精灵，激扬落落寸步难移。饭店之中包船一灯，出了1两2的塞，给他5两银子，一日之间拿不出来，没得办法，一道圣旨问你及5两银子。认得嘞，一旦甚至叫5两银子，这里收得了。是。府外的莫奈何那么顾昆山啊，无谓再说。今朝5月初5，昆山林志文帮法上要杀头了。固定人没到浙江去公事分转来，夏江新到北京，我想不到今年会得批转来，那得弄得没办法呀。林志文定计杀呀，现在帮人上，法场浪向句号，该在的上头的昆山只有杨廷珍，关税里向只口袋，小鸡毛军在毛七后。心里想，穷人非要等我富人头，这样我杀那个头。老实讲，那1刀2头，那个女人65针，谁是我不干？哎，心里想，前个家头曾经派人到小林庄里边去抢，想不到个65针人中任务呀，这搬了啥地方？非要去管理，今朝的男人杀头了，女人背要来记副的。逃不脱个，那来到不枪起做起，今朝密里马拉神情，望着相思一笔勾啊，一想一对，老百姓越来越多，身头济济，有秋外头全部是百姓，蛮多，来了 A 做来很好 ，A 好很好，一片上岸孤芳，讲得来，所以是呢。留下来呢，几句几彩，上庭八字，丞相府里来了。今朝65正来见男人，
老夫人觉得十分惭愧啊，对不起男人，把拍胸脯的呀。而丞相府里公家我的幽人海底一刀两断，那么真的居然哭得老门了。老的固定人分出来，我御律之辈，虽然皇帝叫上我杀什么，我不用然，非于实权呀。侬的确要继父应该答应，即在于一面，但是要求神权相称妇女当白，非要讲上丞相府，非要讲人家个也是固定人，太对个呀！啊，固定人女婿的，把人家幽人海底杀脱，跟哪说法呢？有面子，丞相府的责无不理，罗世珍当然同意。那么，关着春梅海棠两个屋头，侪是素食当白。就算小林庄浪向隔壁乡邻小姐妹吧，白小姐发上继父，派人送棺材去。留下来你绑个，绑啥么？绑小姐，不要弄头弄到欧巴人啊！不要看见我弄枪呀！搿弄枪特是，老太师为出来不交代过。那么关照四个门老人，张忠、魔鬼、罗龙、金宝四个门童，好本事，向我上宫当白，保护千金，安地起，安地做，各位当心，暗中保庇护。再派20-30个家将，侪是上宫当白，等了发上了，绑马去后抢人。注意，那么春梅海棠父子罗世珍忙发上来。发上浪是搞做事情了还，啊哟，搞得嘞，今朝人类的都该，喂，对不住啊，娘娘大娘娘看娘你带里下去。你妈妈家小林丁，干嘛搞不动，叫我把人家打通，哎，唔少看头，不是山东人吃不起啊，啥人啊，夜里走破门个啊。哎呀，来爸爸，你要见的办法呀，你是来追男人的，你。啊，呀，你那我荧幕上那个人，那娘，加入来的啊！棺材刚进去，几句几菜跳进去，春梅海棠府罗守贞金银秋秋，老弟啊，哎，你看，啥人讲林志文冤枉我答复不听？林志文冤枉谁晓得个啊？作业不是啊，哪不是？定期讲的，哦，足地分钟，你哪晓得讲？是哦，我现在苗头割出来不对了。哦，林志文上工呀，上工啊，小林庄了哎，穷啥个呀？中国。各种棺材，一般买得起的。结棍。各种几句几菜来看呢？啊，后台还是红血绿还是后台？后台。啊，这个眼睛啊，口睛上后台哇。炒火鸟有哎，不错。哎，像我上工那派对家头。像我上工那套得起大小老母3个。你们反正我还结婚，大小老母3个了，你哪晓得3个家？你听呀，刚刚个女人老师，你是苦恼，你来追男人的。哎，这个女的倒是这样说的。还是讲你的？你。如果讲一个人，我来追男人嘛一个，你嘛就代表3个。你个句话倒讲得对个。那么3个才是女人。3才是女人。哎，当中国大老母呢？你哪晓得讲？那上水第2个，我是一个小老母。好一点的。当中国温柔看得出。哎，不比个怀抱体吧，有小老母。哪不对啊？林志文死脱之后，3个女人做的侪要种过双在。那么3天过双？哎，两脱了。分啊。我也分脱。你也同不跟我一样的。哎呀，那过双吧。啊，别过双。哎。后来个人家不肯过。不肯么，只把我落个呀。啊。定下林志文死脱之后，你去帮忙，敲隆隆，奔隆，到底做特别事体。哦，这个。乌龙水里的嘛，等队伍外嘛，你摸出来。哦，马地力气，哎，稍微用特样的。哎，队伍外嘛，中国比西就强呀。那么心面上嘛，你么碰碰我，我么碰碰你。我们10来人规矩的，你么生个外在同地的。那么到个辰光嘛，一人一个嘛打嘴。不对，我3个得了，我得你只有2个了。我蛮好掉的，我们就太白的，当中一个，你旁边2个嘛才不呢。你到门槛进来话，当中一个在这边举我也改。差不多。别问。当中个背牙个，我背牙个。搿么小弟兄到社会为个女人形象模不是样样过，当中个娘不呢？啊，搿么蛮好，真定收手。真定收手。哎。
哎，不过我讲清爽，哪了？林志文杀敌社会当中的女人死个，你哪晓得呀？我听他隔壁乡邻讲呀，哦，这算命先生说的命硬杀的呀，哎，哎，是里克六个男人，真的你上去第二个，跟着我现在，哎呀，别，在身上，哎别，我不要，你哪不好个讲？我命硬硬，我不得硬胖啊。哦，有啥领导啊？张忠啊，保护小姐的，现在没理好老人带你，一听啥么子？我也吃足了豆腐了，人家苦难呀，杀队呀，张忠打过来，朋友，你可没一哈呀，上一码都一码，哎，科技不比人，上比人好个，我也这个说的，哎，嘿嘿，那。你们要娶他们回去吗？心情开心啊，累累不想想，哪里来合适呀？年纪轻，丈夫死了总要嫁人的吧？哎，我来给你做个媒，啊，你做媒人啊？好不好？按真的讲。是的呀。啊？我现在先付你5两银子。啥叫送礼呀？送个礼。我送礼不等到七夕，最人光送不走啊。让山东人爽快的。我山东人上去给。先付钱的。啊，先付东的，根本没哈。过来。啊，现在呢？哎呦我。那2米2斤一光，5两够不够？够在。再加5两好不好？别去。哎呦，谁是那个出来？哎呦哎，根本那自家不好。哪了？这对吧？他们说什么的？谁是那我吃不下个谁不是？吃到你光下不了。城门海棠父老手真进气，口袋龙冒起呼一口，哈哈！来的，邻居来的，哦哟，收拾服装，家里显得楚楚动人啊！这都眼睛了吗？城门海棠忙过去，公家林子文面上面对你送来份看见些，哦哟，身材是快我不高，孙伢面孔上恶里恶粗。在注意叫杨定真撒加上为一个毛起虎狼狈为奸一言林子文，寻多2个赤佬还等我举起在这样那个身家天地迢迢，北京关昆山么真生活，我不个辰光我杀瓜8个辰光长啥光，他呀一路来很远，一到昆山没啥客气，我不要亲自动手，这个2家的我要亲自上，但是个港派心里做泥里啊，嘴巴里会得狗个。离动作一道来，想红么眉毛是眼睛的，都被龙就扎，都并扎了2个王八蛋，开呀拿我逮！哎呀妈！那不要再干了，兄弟啊，别慌，别慌！哎呀，够老的呀，够要去。那个方向带个米也不让带呢，不得搞个呀！不得搞！别虚呢！哦哟，是俺们心上那个哈出来。那敷衍呢？那敷衍敷衍呢？哎呦，这个来应用啊！要得快！哦，要得快，有什么子？越快越好。啊，你在昆山去的啊！是呀。天不亮的，将近天亮到了，离开为6、7场市民，那么我再敷衍他个7、8句闲话嘛，好吧了。前面房子是不是到了吧？哎，是的，哎，就是南京呐。南京，哎，是南京，就是金陵啊。哎，是金陵，不错。好，这个地方大不大的呀？大来应用啊，南京那个分几个，那边几个个，所有个南京大不得来，你上过去不想想有米的个。哦，很好。啊！大概为市场光景市民，再要敷衍2句了。我给你5两银子说进。那谁是不穷凶极恶？怕对都给5两银子手地不拉给，哎，阿都贵在我里面演，我要敷衍过，还是敷衍？是，来应用，谢谢。再给你5两橘子。哎，谢谢。公众说了。哎，谢谢。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公众说了。哎，谢谢。给你。啊，谢谢。打理到木桶里，裤子打佛脖紧，跳起来有点。不要跳得该里该高。好，给你1两。谢谢，谢谢。给你了。啊，谢谢。噗！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开心不嘞，谢谢。阿都话也不录。谢谢。谢谢。像那个死特这样，我也要这样。那你呢？你我哪下我来了？我都贴我
嘞。那么现在不多起的。啊，我都去个噻。哎。啊，要等。这生意经真生活。这种农地难赚个，真生活。哎呀，生命还出来。来，10两币拿出来。啥么子叫10两？不是。10两。哎。啊，都啥事个？我1两分多，他们拿不来讲。这为工人1分钟，拿出来呢。分多他们拿不来呢。还在不要把啥事情学的。那啦。我们了有少的要你们了中超得里手里让敷衍。哎。啊，对了，我要管要你都听机关。哎。你得让敷衍哇。你为什么敷衍？让得来，你说到在房子买多干还是南京市干，叫金陵单干，地方都干。你讲不来5两，你讲下调，不来5两最低下调，10两3不来上下调。啊，对啦。是管。怎么拿出来的呀？哎呀，根本利息不来，我们总归是要管，啊是了，挪分挪的呀，指望下不呀，动地分挪出来的呀。分挪大动地来肯下个。哎呀，捡个敷衍哇。让我身边说。你说。要定金本，我要得纳税个。纳税。要等个半死半活。那么下去头了。兄弟啊，那我们这听呢，地方决定8多吧。别红山么子。别8多。红山么子。我2高头有天。实在没奈何，还做了我趟班上，还天多发财来。哎，这现在们都考虑做高的后嘛，身边嘛是人不同的。你没奈何打，那么导致南京河哟心定，不要提辰光拉出来。路浪下没奈何要吃猪个鳗鱼，等要吃猪。这趟老猪也没吃过，这家无头的大饼的这个老手，那么多人来。稍微去米特一眼，管他的武器，点精神，一路过来，辰光实在太少了。最低分开门呀，哎，小高廊下面小最低啊，这小伙计到买把脚了，开门了。望进去看嘛，只有3只台子，一眼眼的小的，锅里米特一杯，打进来。泡个汤。哎呦，都请来才属于生意。哦，衙门，他要做人些的人没喊你想听。收定，好酒好菜，拿来。好酒。哎呀，衙门不行，辰光实在再不够。路子还不能3个了。这样嘛哈，刚要吃那点小菜啦，没清爽香个。拼2只蓝粉你看的哈。好吧。熏哈。好。白斩鸡。鱼肉。鸡蛋。好。那么1斤黄猪。2斤黄猪。2斤黄猪什么？1斤啥多上来了，听用。好呀，好几日天，老猪不买真少，现在叮当输光。再添1斤，6门里向还有点速度小菜，一道拿过来，这个大生意，谁收光？多少钱？比你看，123。呀，怎么123？1两23。好，给你5两。啊，那么再不呢？都来小张。哦哟，排队带头给，先我到昆山去。哦，你到昆山去。外州军中还要路过这里。哦，没还请过来。再要来。哦，没还来。来的时候再给你5两。啊，欢迎。谢。现在5两。一人5两。回来25两。是个。公中10两。哦。一道数了。7、8十回，怎么7、8十呢？把车就得刮。糟糕，看了公开那个上1码都1码，背身上一个单，看上去罗大的墙头身上个大娃。你但反复说想得的之理，那么海底3天的要你房子把你烧光。该做人啦，只怕公军一武功一当一得来，也弄得里弄不落。好吧，不要走了。啊，对不起，这个来应用啊。问题是啦，本来钱经常无所谓的，还是啦，那么我先后记呀，屋里向穷不过啊。一早帮的开火厂，还有70几岁一个老娘了呀！啊是啦，那么你能一来心么？这个银子也看了我工地上下，我看不起过。随便你，爸爸妈，你来人又么随便落到地捅一捅子，啊是啦，随便你哈，爸爸妈。你不是老板？我不是老板呀。好，叫你老板来啊！我让你老板手里再逃走啊！哈！那上去给老板手里带去，我是等我不得个，地干好喽。老板啊，有人吃饱着。老板地方上休息，我上次改不乱改啊！听见吃饱着嘛，我来不上我不理吃。
奈我的性格，欢喜把当不平，蛮多人看我不起年纪大，给他们出奇迹，我听见昆山跑一趟，你都快来得及。老三老当一桩，要面子，好身心，特别是欲望的。那么神秘到昆山嘛，茫茫古鼎神，那用习题也好，一得两面。每期间要凭个张王八呢，还去调舞到圣旨了。所以莫奈我马上进宫盘团，征得皇帝18里听，王八嘛我死下来的，调到圣旨到昆山。征得代理茫茫那个人刚说得刚，人家么要名或者要利，你说啥？啊，97岁的身高，官法上。你如果来不及了，倒是一时一命，富裕流水，不个税。这把年纪呢，乃我为我皇帝拼死了，会讲得出个。哎，这为个百姓没得啥为人，你得本双子身体慢慢叫我到旁台用场到不来的，真得他是不容易呀。莫奈我跳起来。与王邦不起起军大的，我愿意去啥地方不我去，但是理不够。那么一想眼睛不离去呢，慢慢叫固定人面上难为的。实际上有办法的嘛，老先生肯帮忙吗？你皇帝不同意吗？培养我女婿婿吗？还不就？那么你一定要去来去吧。将来固定人面上呢，讲起来为止哪个女婿呢？我们这里派97出场呢。让那固定人感激我们的国家们里世世代代为我皇帝效力，还有好处的。那么不理到圣旨蛮简单的，搿道圣旨呢，就林子们得说服谁了？为真凶杀人嘛，与莫王兄、顾王兄便宜人事了，一道亡命圣旨，可好？若是读书，那么关照莫奈何上头保重。刚往弟弟里面施教，那么为主侮辱公务行头，腿上下应用针，身上下有石头子，而这是到面门眼看不敌胯下，外头一个脾气人，谁知过后再应用不报的，皇帝他甚至把了太太下头不要吹脱，体育衣裳都穿裤子。蛮简单的，一把女儿破风刚刀，莫奈屋里亚东生，今朝个地上门正5个初一的，前里寻着抓得紧点，定心点，个半夜天也跑交关辰光得了，不能等天亮的。莫奈屋里亚跑，老先生爷爷身上行李才见点，就是盘缠不大。不仅到昆山路有的不打盘缠呀，不高兴。大银子分2句话送，我们轻装礼金。大金子嘛，到个辰光吃子嘛是抬不开，要拼辰光。银子嘛要叫人家走，各种辰光在浪费。么饭店里不要浪在简单点，有毛头抢冰的抢冰，马虎吃。你吃子就跑，上得会长，上得手长。那么吃吧是，哎呀，我得知昆山之于回北京门固定人拿盘缠。搿家人家吃过个多块银子拨人家，你多花心思。那么搿家人家里记得个人，上次吃张大饼多1块银子啊，讲了海，忘记得马上都出卖的，只要差的。事实是，李北京同生，发开2条飞毛腿和到底结棍，路浪上哒，出人关望，江南进发。哦哟！蓝天3个钟，速度都快的是了，没得办法形容。哎，路浪向个种海人，眼光好点的，看见上，哎呦，一个人哇，等到看见一个人嘛，来有啊，已经追个人。有个不眼睛不大好，眼光太白的上，只看见有个影子，哎呀，啥个名呐？还不成骨打，难想啊，快了不快？他是为举手2天里的
我们今人喊得来，三个一人风我手头皮满台，哈家奴主大郎风口人个速度快得不能得，眼睛一撒后不够，他山呀已经，他山呀已经，可见在。落地上，那哈白，大兵加雨的，后头打出来，哎，这口见吃龙板子了啦，都出来，里面脑子一龙发开的，板子吃过龙家会一会，等到两边发现再出来嘛，是最如今勾起在，蓝天山接龙精神发亮喂，哈家等云个家务，等云家务。前头扎得紧，后头定心在。想到土长官们心里恨得来嘛，牙齿挨一挨个眼睛抬一抬，一个不小心，上山不能对个打得水沟台里4年才不归。叔叔人家可以提前半日打滚噻，哎，越是越想想一看，初三半夜已经带着大头看，这可见一个巴郎太太，巴郎太太，哎呀龙家在。八头口，初三的5月初3到浦口，一把刚好到南京，一到南京10趟昆山，半夜明朝的初4，这个半夜里，但是要把子刚了好到南京呢，也不罢岗，夜里不罢岗的。有风浪的恐怖。